拜进前，咱做伙安静咱的心，咱来祈祷。主愿你来引带阮的心神，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主，互阮即阵，阮的心神来仰望你，互阮来敬拜你。阮伫安静中，阮来听你的声。阮的心对你来讲话，你嘛要对阮来讲。让阮搁一摆，礼拜日的早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
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咱三甲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来吟全首。谢，咱同心来祈祷，祈求上帝，愿用你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你创造宇宙万物，并且伫适当的时，将万物放伫阮的身边，互阮会当通过选择甲实践。来成就你伫阮身上的旨意。我上帝，你对头到尾所做的，阮人袂当完全了解，只有对你充满敬畏的心。你阁将永远的意识下伫阮的心内，随便阮一个无法度安宁的心，不断祈求你、追求你。羡慕你，一直到阮进入你的实果内面，才会当得到欢喜。主，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领受属天的福分、欢乐甲安喜。我要为着教会所做的社会福利事工来祈祷，保守伫安养中心内面，你的神甲长辈。员工、三甲地地，互园区充满着疼甲平安，帮助阮伫新庄所做的事工，有主稳定的祝福，诚做福音的出口，带领侪人归向基督，
提供民众最好的服务，互因感受到你的疼。真侪社区的祝福带来异地，也求你祝福时常关怀的同工，有智慧、疼心、甲耐心，服侍望朋友，照顾因的需要，同齐带着信心、愿望、疼心，迎接未来。今仔日也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求你兴起教会青年，互因不止参与伫教会的服侍，更加伫学校、工作场所、甲家庭的生活中面，活出基督的款式，成做真实无虚假的人。听阮的主，阮的基督无够假，阮特别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基督文来祈祷讲，阮愿意的背。我们也领受，也有领导，也记住他，也记住你。我的心在我们，下面我的口户，你是我的下面口本人。我的说我的一起，对我快点快点，因为我快点点更多吸收，带来我心。阿门。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伫启应文第22篇，也就是圣经后面第33页。我来起会将来用。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米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行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了耶和华。咱即马请大家起立。咱同齐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相信上帝专业创造一切的存在，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主。
会众请坐。即马本堂的圣歌队要用诗歌来引传咱的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尊主喜乐，尊主喜乐。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是233页，现代台语译本是370页。
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恁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来徛起的时，就对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将所收钱逐项起头式的土产，摕一寡下伫篮去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恁就去见值班的祭司，甲伊讲。我今仔日对上主，我的上帝宣认，我已经来到上主对阮的列祖立誓赏赐阮的地。祭司就将你的篮接去，下伫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坛前，你就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告别讲，我的祖先是一个世界流浪的亚兰人。落去埃及，伫遐寄居，人家少少，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国强、人家侪的民族。埃及人苦楚阮、欺压阮、强迫阮做苦工，阮就哀求上主，阮列祖的上帝。上主听见阮的声，看见阮的困境、阮的劳苦。阮所受的压迫，上主就伸出大气力的手，用大、搁通行的事，甲新者技术，带阮出埃及，搁带阮到这所在，将这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阮。当上主，你赏赐互我这个地起头式的土产。我已经带来奉献予你，了后你就将迄个祭物下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伫遐敬拜伊。你甲利未人以及恁中间的外族人，就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来庆祝。特别到第3年。就是奉献1/10的年，就将一切土产的1/10分予利未人、外族人、甲孤儿寡妇，互因伫你的城镇通得到饱足。安尼，你通对上主你的上帝讲：我已经照你所命令我一切的诫命，对我的家将奉献的物提出。互利未人、外族人、甲孤儿寡妇，你的诫命我无违背，嘛无袂记伫。今仔日的信息是伫咱新增分堂的吴牧师要来到传讲，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同齐分享对上帝来的福分甲欢乐，同齐分享。对上帝来的福分甲欢乐，请大家准备心来领受。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用祈祷，互咱甲上帝较亲近，咱作为额头来祈祷。主，明天我的主，我感谢你，愿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听的，通来领受，伫心内底，阮通看见。你一直拢甲阮同在，主啊，阮欢喜伫今日早起时做伙为你来敬拜你，阮也欢喜做伙伫遮，甲阮的兄弟姊妹，阮有份共同伫一个你的疼痛的内面。所以主啊，愿你搁一摆来，互阮的心开阔，互阮伫即阵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心，阮的儿子，主你圣神甲阮同在。我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当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进前，经历过旷野40年。伫遐经历的过程中间，因到尾啊，经过重重的难关，进入到迦南地。伫遐因欢喜
伫遐因快乐，因为因伫遐领受着上帝对因的应允。因所徛即个迦南地是久久上帝就已经应允伊，对一个人开始，即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甲一个家庭，甲一个家族，一直到一个民族，甚至到一个万邦万国。咱会当讲，即款的祝福，通过亚伯拉罕的祝福，一直伫咱的旧约圣经，咱通看见。所以当遮以色列百姓因徛伫迄个所在的时，因伫遐欢喜，因为因知这是上帝所应允因的所在。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伫即个申命记内面，即个申命记可能伫咱伫读圣经的过程中间，时常拢会跳过。搁一个叫做利未记，跳过愈紧，因为遮个圣经互咱读起来，感觉足无趣味。总是等到我倒来看申命记的时阵，我感觉申命记是对以色列百姓一个足好的提醒。因为为申命记以后开始进入约书亚记，因就伫迦南地开始在发展。迄个上帝互应允遮以色列百姓的土地，因伫遐来成做12个支派的发展。后来咱看到因的历史册，伫这王国史内面，咱会当看到一个。遮以色列百姓因开始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因上帝来求讨一个君王，总是遮君王煞就开始这个王国的延续落去。咱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软弱，因为原本因是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的百姓，这个民族总是当因开始有君王了后，有王国咧运作了后，遮个人开始伫富裕的中间，开始渐渐袂记得上帝。所以，咱对历史册内面，咱看到上帝通过侪的先知来提醒遮个以色列百姓，也通过遮个先知来以色列百姓来讲，恁着爱悔改，恁着爱认罪。为怎样？上帝要通过遮个以色列百姓来重新搁一届呼召因，来接纳因。上帝对因讲：“我有愿听恁。”可能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到安尼的剧情不断地发生，总是一届搁一届。圣经讲，遮个背逆的以色列百姓，因离开上帝久久。其实因毋是伫成做王国了后，咱离开上帝。咱会当看到，虽望因遮个以色列人，因领受着上帝恩典，因徛伫迄个所在，总是有个人留落来，有个人离开。什么意思？是讲，因为遮个人因软弱，因犯罪，所以咱伫旧约圣经内里，咱来看到有侪以色列百姓其实是无军队上帝，一直到王国被灭亡，南北国拢受到遭灭了后，因才开始反悔，因反悔因过去无看过圣经，当因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咱看到。当圣经内底来有即个圣册拍开了后，开始读，所有人拢伫遐流目屎，伫遐忏悔。为怎样？因为因久久袂记哩，因是一个受到上帝祝福、有应允甲稳定的人。所以今日咱用安尼咱嘛共款，咱来看，今日咱少年教会伫遮已经110年。咱伫3月初5，咱所有的人拢去到三子分堂，拢去到安养中心，咱伫遐欢喜庆祝咱110年。当咱行过这110年的历史的时，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毋想讲，咱是毋是行伫上帝应允的道路顶面？我相信，今日上帝若无应允咱伫这个所在，那安尼，咱伫当时110年前开始要起做这个教会的时阵，拄着侪困难，可能有人会感觉安怎？想要离开，有人会感觉讲，这足困难的，无咱莫做。我定定在听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咱这个礼拜堂起做的时，咱少年教会干那18万。我感觉迄是一个足大的信心甲勇气。假使讲咱若无相信上帝互咱的应允，我相信咱的前辈、咱过去的中职牧师可能做袂到。总是我想，今日咱行到110年来，
咱徛伫这个所在，咱透过今日的圣经在，咱嘛来做伙思想。既然咱双连教会是上帝所应允的教会，那安尼咱毋是干那到这尔。我相信咱应该阁有较大的意向，我相信咱阁有较大的呼召，是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咱会当去行的。毋是干那教会会当行遮的，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亲像阿伯拉罕共款。咱接受这个应允，咱接受这个呼召，咱就往需要的所在去。上帝爱咱去到对，咱就行去到对。上帝爱咱往什么人来做服侍，咱就往什么人来做服侍。今日咱毋若是徛伫这个所在，照圣经所讲的，咱来看第3节讲，迄个时阵做祭司的对伊讲：我今日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命令，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咱的列祖。就抓应允赐予阮的地，伫遮咱看到圣经甲咱讲，上帝已经伊的列祖来应允有即个地要互因，所以因就领受即个地。咱去看第2节，中央安尼讲，上帝使你的地上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放一寡来，放伫哪内面。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入伊做名的徛起的所在去，咱的新的圣经，台语的圣经本顶也是讲要入伊做名敬拜伊的所在，这是什么意思？咱会当看到以色列百姓，无论因去到倒落，因第一项做的代志是什么？起做祭坛，开始伫遐敬拜上帝。我相信，亲像安尼，上帝有拣选伊避难的所在伫遐，要互伊的百姓。来伫遐来起做敬拜伊的所在，通过安尼，咱双连教会伫这110年中间，咱若有参加，咱今年110年纪念，咱会当看到，咱过去双连教会伫遮久长的时间，咱起做做教会，或者个教会拢真做上帝的祝福。相时，咱也伫三支来起做安养中心。也伫三支有一个新增，三支的分堂。煞接咱伫新增，咱有新增的社会福利中心，咱嘛有新增的分堂。伫咱的本堂嘛有视障基金会。咱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百姓，无共款的需要的人，咱伫遐来成做因的帮助。当咱成做这个帮助的时，毋是咱帮助伊什么。是因为上帝帮助咱，互咱这个应允，所以咱才有能力今日徛伫这个所在，去成做帮助咱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去回顾咱双连教会这110年来咱所做的这些事工，其实若毋是上帝稳定甲呼召，有可能咱就停伫这个所在。人真软弱，以色列人嘛真软弱，因拢真爱安怎到遮就好。伫旧约圣经。这以色列百姓军队摩西进入伫迄个迦南地时，还未到迦南地之前，因就拢无法度入去迦南地，为怎样？因为这以色列百姓拢心内底想讲到遮就好。所以咱看到军队摩西这个人，无一个人，因这代人无一个人会当进入迦南地。总是上帝应允因的土地，毋是安尼就无去啊，是伫因选择个另外后一代，上帝就互因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同款。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前人种树安怎？后人乘凉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定定咧说这句话，敢若无啥公平呢？安怎讲？因为咱拢是啥物？咱拢是后人，咱拢咧乘凉啊！啊，我感觉介无公平，因为头前人拼到要死要活，结果咱伫遮享受，毋对。这句话无应该安尼来思考，我感觉这句话佫有较重要的意义是安怎？是帮助咱继续向前行啦。咱双连教会110年来，咱头前的先辈，咱的牧师，咱的长执，因安怎为着双连教会来拍拼？今日咱嘛是共款，即阵的牧师，即阵的长执，咱嘛是爱亲像安尼，咱爱做前人，咱毋通做后人啦。咱毋通干那要享受，毋知通种树啦。所以我感觉吼，当我每一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讲，哎呀，实在是真亏欠上帝。咱双连教会的历史，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
第二点，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对历史的回顾中，来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引传。头前咱安尼讲落来，咱有110年，咱相信教会是上帝所引出来的教会。上帝祝福咱，互咱嘛会当继续向前行。就是咱回顾这个历史了，咱来想看卖啊，咱来相信教会有偌久长的时间？你对相信教会有偌济的认捌？伫遮牧师要来推销一下，推销什么？咱的干事跟咱牧师团，咱设一个叫做密室逃脱、密室脱逃，吼，有参加过的人请举手，有无？哦好，请放下。有大部分的人拢还没参加，不过我讲，今年真紧就过去啊。你若无参加，你就无机会去了解认捌这个密室脱逃内底的意义是啥物？因为这是针对咱相连教会的历史甲咱的文物来做一个认捌。所以唔通想讲，咱伫相连教会有久长的时间，你对相连教会有偌济的认捌？我感觉咱透过这个活动，牧师要鼓励咱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互咱规个相连教会大家拢动起来，大家拢对咱的教会的历史更加参与。对咱的教会历史更加认真，更加思考。我常常爱想讲，这个圣餐道，咱是不是爱特别介绍？咱这个圣餐道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对不对？足侪咱的长辈拢知影，我嘛是为长辈遐学来，对不？咱了解，咱的圣餐道头前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叫做什么？哎哦啦，足侪人拢知影，咱的前辈拢知影。但是我相信咱的少年呢，可能唔知影，为什么？因为无伫这个历史的回顾中间，遮的少年人讲，恁爱知影，这是咱的历史啦。咱相连教会有2个最重要的2句话，一句话叫做什么？咱有永远行未了的祭，咱有倒步的主义的精神。各位兄弟姊妹，你若甲这少年人讲，咱是安尼教会的时阵，伊讲我若毋捌听过，为什么？因为咱无这个传承伫这个历史的回顾里面。今日圣经节为什么要读《申命记》？因为《申命记》就是因的回顾。上帝透过先知人对因来讲这话无够野，因为因在当伊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因哪看到什么？为什么因的老目屎讲上帝也原谅我？因为当因看到摩西五经的时，看到这经文一读的时，因哪知影因过去失去太多。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同款伫咱相连教会的历史的久长的中间，咱不断的进前，不断的去做，咱毋是干那到遮尔尔。旧约内底有足侪到遮尔尔的人，是遮以色列百姓，因就是因为犯罪，因甲摩西讲：阮到遮就好啊，因为阮已经结婚生囝，阮甲遮外邦人已经做伙啊，阮无想要去进前。所以遮个人到尾啊，无一个人进入迦南地。当第2代进入迦南地了，因开始伫遐起造王国了，因开始继续安怎犯罪，所以一直到因全部受消灭了，因重新去悔改伫上帝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姊妹，咱相连教会伫过去上帝引出内面，咱开始做关于社会福利的这个服侍，所以咱一开始就有3支安养中心，续接咱有视障基金会，佮有新增这个福利中心，咱无共款的人来做服侍甲传福音。过去我对这个事工，其实因为10几年前牧师拢咧带青少年，对这老人事工、上年的事工较无了解。总是即阵我去到一个新增分堂的时阵，甲咱的福利中心在配合的时阵，我感觉有真好的学习。这个咱的员工会跟我联络，讲牧师有一个阿嬷需要你去替祈祷。我讲好，安尼我就去投钱，投钱讲到遐，甲这个阿嬷来甲伊祈祷，甲伊分享。伫迄个中间有一个阿嬷嘛讲，牧师我足想要来新增分堂来做礼拜，但是安怎我脚无介好，无法度行。所以我无法度去做礼拜，因兜行到新增分堂，敢若10分钟，伊足想要行的，一个80几岁的阿嬷，总是伊的脚着伤，伊无法度正常来行，伊敢若住伫5楼顶，我看伊要爬楼梯落来，就足费气啦。所以讲安尼，牧师我毋知要安怎去做礼拜，我讲我请阮的同工来载你去做礼拜，礼拜煞搁载你转去。我感觉当阮伫这过程中间，伫遮的服侍内面，我看到侪
过去无感受到需要斗三工的人，咱看到即马需要斗三工。伫圣诞节时，阮去送年菜，规个新中分堂的同工分配落去，逐个拢去送年菜，100外户的即个送餐，咱普通时拜一到拜五就咧送即个便当，或者的家己人徛起无法度煮食的是大人，即个长辈，因无法度好好啊行路的，因无好的体力，通啊去爬楼梯的，咱的员工。咱的志工拢会送便当去互伊，拜一到拜五中昼甲暗时拢有便当。当我去送年菜的时，我迄个感受就特别深，因为去到迄个你毋捌去过的人的厝内底，因为伊敢若一个人咧住，伊无法度摒厝内，伊可能衫嘛穿袂整齐，身体嘛袂拄好。好佳在咱福利中心有员工，逐工会当去甲伊照顾，敲电话甲伊联络。所以，阮拢安尼来服侍遮个需要服侍啦。咱少年教会伫过去安尼的时间中间，为安养中心到即马社会福利中心，咱所做的对遮个时间、对遮个服侍、对遮个福音的可能性的人，愈来愈开阔。所以，咱即阵伫新庄分堂，咱嘛伫遐有一个改变，因为新庄分堂是伫3楼伫做礼拜。3楼的椅仔摆满，会使55位做礼拜。即阵已经差不多50个人咧做礼拜，真满。咱的中秋会真欢喜来设法从1楼开始来改建。我想伫今年年底进前，就会使完工。咱的1楼就会使坐160个人。安尼，咱就有一个真开阔的礼拜的所在，嘛是当社区来做好的宣教的时间。我相信，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感谢上帝来引带咱，总是咱毋是到遮就好。伫生活中间，咱嘛会当看到，嘛有人讲，主耶稣啊，到遮就好。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去当着摩西甲以利亚，即个故事大家应该拢真清楚。伊的门徒安怎讲？我替你去一个厝伫遮，替你去一个厝伫遮，去咱伫遮就好。欢喜踮遮就好。各位，假使咱的教会，若是伫历史的过程中间，咱来看，咱若是到遮就好，咱就是退步啊。因为咱无阁继续有愿意拍拼、奋战的精神。为啥无书面来讲？因为时间过了足紧，咱的时代严面就过去啊。咱要安怎，互咱的囝儿世世会当接受？伫即个信仰中间，咱讲传承，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牧师为少年来到少年教会第一届，到今年拄啊27年，就是讲我第一届来到少年教会服侍，到我今年拄啊27年，伫即个中间来来去去，我来看到咱少年教会真正是受到上帝祝福的教会。顶一届我伫遮讲道是12年前。牧师要离开台湾去美国的上尾一个讲道，我拢感觉今日我徛伫即个所在，若毋是上帝恩典，我要安怎会当搁徛伫即个所在？我回顾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安怎引带我来甲每一个咱的兄弟姊妹熟悉，来三体祈祷，来伫遮关心咱的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拢是上帝的引带。同款，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是毋是愿意？伫即个时阵，咱来想看卖啊，毋是教会有历史尔，咱家己个人嘛是有历史的人。有一天你会退休，有一天你做中职你会退职，因为安怎？年岁到啊，毋是因为咱想要退休，是因为这是咱的服侍限制。但是咱伫即阵，敢有可能来看到咱的下一代，咱愿意安怎？将这个上帝对咱所带领引带，咱的历史、咱的文物、咱少年教会过去的种种，来甲咱的这个后一代来分享。将上好的留予咱的后一代，毋是要希望咱停伫遮，是要仰望咱的后一代，佮继续往上行。所以我相信，咱少年教会毋是干那到今仔日，咱开新增分堂了后就结束啊。我相信，咱一定阁有愈侪的同工。愈侪中职，愈侪兄弟姊妹愿意为着少年教会安怎来做水个好的事工。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来回顾咱家己的历史，
伫安尼过程中间，你就知影，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咱的故事毋是我做做有诶无诶代志，所以有故事。咱的故事是甲上帝连结做伙，无咱要哪叫做基督徒。你的人生故事若甲耶稣基督无任何牵连，安尼甲无信主的人是共款的。哦，咱常常咧讲一句话，听人咧讲一句话，哦，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对吧？你的故事若毋是甲上帝结连做伙，安尼个故事人生就无够精彩啦。所以我感觉吼，牧师要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将你的故事成做好的信仰的见证，互你的囝儿时势知影，互咱的兄弟姊妹知影，互你伫小组内底会当做真好的分享。所以咱拢希望讲，咱会当互人幸福，但是互人幸福是一个什么？互人幸福是一个形容词。你若无行动去互人得到祝福，伊就袂幸福啦。所以，互人幸福是一个什么？传福音的过程。我若愿意去祝福这个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互伊甲我同款，那安尼，这个叫做上好上帝的恩典，嘛要延续落去。所以第三项，咱要来看。照今日圣经再来看，有一段上重要的，就是上尾13节。13节安尼讲，你搁爱伫耶和华你上帝面前讲，我已经将性命对我的厝内底刻出来，互利未人、甲徛基的、甲孤儿、甲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一切的命令。你的命令我拢无违背，嘛无袂记。咱第二版圣经是讲什么？是讲你着爱互利未人、甲出外人、甲孤儿、寡妇。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我咧读旧约圣经的时，我看到这段话时常出现。啥叫时常出现？上帝不断地提醒这以色列百姓，恁爱去对待、好款待遐个出外人，甲遐个孤儿、甲寡妇，因为因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因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的人。牧师伫北美10年的时间。我伫北美10年的时间，我定会体会到，我就是一个出外人。规教会拢总是出外人，因为阮伫迄个异乡的所在，边仔拢总甲阮无共款的人。干那阮做伙讲台语的，阮通知影讲，阮是一个伫人的所在，阮伫遐出外人。总是搁较扩大来看，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出外人？有的人为南部起来，有的人为宜兰来的，有的人为北纬过来。无论什么款的人，咱可能人生拢是一个流浪搁出外的人。有可能伫咱的过程交陪的过程中间，你有好朋友，你愿意去帮助伊，伊就伫遐得到帮助。伊需要性命心神的讨帮，你甲带来教会，无定伊就认捌上帝。各位，咱拢是出外人。出外人是爱互相帮助的，出外人是爱互相来倚靠上帝，来成做咱生命的目标啦。所以伫遮，无论是出外的人，还是遮孤儿甲寡妇，拢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甲祝福的人。所以我讲，咱毋是一个要受人互咱的祝福，甲互咱家己得到幸福的人尔。咱更较最需要是，咱会当去做啥物伫你的身上，咱会当做啥物？伫别人的身上，咱会当做啥物？伫遐需要人的身上。当你有看见的时候，你敢有愿意要去安尼做无？这就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召同款。过去我已经将上好的恩典拢互恁啊，恁敢有愿意接受这款的恩典，来伫恁的生命中间，将恁接受的恩典搁安怎祝福出去？所以唔通违背嘛，唔通袂记上帝的命令。伊的命令就是：你敢有当，你敢愿意，互遐个需要的人得到祝福。今日是咱的这个，咱讲这个教社主日啦吼，就是讲宣告，咱透过这社会福利的时间，会做宣告的这个主日。我相信咱今日唔是针对长辈、商人尔。当咱这个方式，若做了真好，咱开始会当去针对咱所看到有需要帮助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妹，互咱成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互咱真做愿意将你的性命来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我相信这是上帝对咱上好的呼召，因为你已经是接受上帝大大的恩典。唔通袂记得咱双年教会上重要的这两句话：倒步主义以及行袂了的罪。我相信咱拢是行罪的人，因为咱有上帝足大的恩典，咱永远拢行袂了。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伫今日，牧师要来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一项代志。伫礼拜三，你敢会当看到，若有人需要祈祷，你愿意为伊来祈祷的？你若愿意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呢，你去做一项帮助的代志。我相信用安尼来回应上帝对咱的话语，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嘛回应上帝伫咱的双年教会所写落来的历史。咱的故事以后会成做双年教会的历史。咱做下头来祈祷。昨天来，我的主，我感谢你，你是阮救赎的上帝。所以我等阮搁一届来到你面前，阮就知影主，阮欠缺，阮无够野。主，阮真见笑，因为阮无完全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来听你，因为你讲，阮爱听人，嘛爱听上帝。所以主啊，帮助阮，毋若是听你，阮嘛是听人。愿你来呼召阮双年教会，新的111周年，正来跑走的时，你要互阮兴起，搁做搁新搁水的事。我哋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咱三角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38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吟。Oh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来领受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稳定的话。伊讲：恁既若着磨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也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稳定甲平安，甲咱三甲之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伫主被卖迄一天，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主，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现在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即时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透过阮的见证、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饼是代表主耶稣为咱拍破的身躯。当小会员摕饼互你的时阵，请用双手来迎旨，而且伫心中默想，感谢主耶稣为咱所做的牺牲。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听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代表主耶稣为咱流出的宝血，要洗清去咱所有的罪。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的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咱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效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齐到领受圣餐，透过圣餐来培养阮灵命。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透过圣餐，互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有缘欢喜接纳阮，会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你遐领受快乐，会当用阮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摆来准备奉献。请会众起立，咱三甲来祈祷，供应阮所需要一切主，
今日接纳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甲你的约束所奉献的金钱，互因成做你圣工的路用。阿免。会众请坐，请咱掀开周报，当心来关心教会事工。咱来看周报第4面，本礼拜的特别事工。今仔日是本会所定社福事工宣告主日。咱伫礼拜中特别安排新生分堂的五牧师来正道以及分享因所做的事工。借这个机会来呼吁兄弟共同为着本会所做的社会福利事工，咱有3项，就是安养中心，以及新庄所做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视障关怀基金会所做，总共有3项，请兄弟同齐来关心、参与、带导以及奉献。第2点，本主日也是总会所定的青年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兄弟共同来关心青年伫教会、学校、工作场所及家庭的信仰生活，并且鼓励青年同齐来参与教会服事，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嘛是第4面吼。第2大点就是传播委员会伫母亲节所做的3项活动。第1项是妈妈，我想要讲这个活动是伫今仔日礼拜六，伫咱10楼的灵修室举行，欢迎邀请妈妈甲你的儿女同齐留落来摄影，并且讲你祝福的感谢的话。第2项活动是妈妈感谢你的祝福卡，就是我即马手顶所摕这张这是明信片头前是耶稣摕康乃馨的花，后壁是会当写你所要写给妈妈的纪念的话或者是感谢的话。咱放伫10楼的礼拜堂的门口的桌顶请大家来摕这个卡片写你感谢要献给你的妈妈的话。然后对伫第一代信徒，咱嘛有提供寄送的服务就讲你将这个卡片写好搭这个便利贴顶悬写你妈妈的名以及主旨倒入咱10楼外口有一个爱的信箱然后咱会伫母亲节以前将这个明信片寄给你的妈妈。第3项是母亲节快乐，伫今仔日5月17到后礼拜5月14，逐场礼拜结束了后，咱伫这个10楼外面有一个母亲节活动墙有一面墙，就是要庆祝母亲节，咱欢迎大家伫遐来翕相留作纪念。然后咱教会的 Line OA 回讯小帮手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咱的 Line OA 这个手机顶悬你只要甲拍关键字或者是选你所爱迄个数字了后就会当查找教会相关的资料所以请大家来利用假使若要进一步了解，咱就翕伫这个画面顶悬的 QR code 或者是这个
HTTP 这个网址吼，咱入去内底就会当照伊内底一步一步来做。安尼报告以上，即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欢迎咱的新朋友魏友斌，毋知伫倒，咱请你起立来甲你欢迎魏友斌弟兄。哦，在这边，好，我们来欢迎他。直接来欢迎你，等者咱请爱望的同工，吼，来引出来甲伊做分享。毋知阁有其他兄弟姊妹第一届来到少年教会无？无，好，咱做伙来做即个牧养的祈祷。主你知，阮人有辛苦病痛，阮有软弱软食的时，主啊，阮心神有意志无够坚强的时，主，阮也有喙焦咬饿的时，所以主啊，愿你亲自来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欠缺的时，阮有天使对你遐所垂欠来，诚做阮的帮衬。同时，阮也要诚做需要帮衬的人上好的天使。愿你来祝福阮每一个人，对你遐来领受恩典，也将这个恩典分享给需要的人。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咱同齐来唱散会诗，圣诗514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请咱大家起立，三脚来吟。请咱做下头的，咱领受主耶和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因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拢领受上帝来白白恩恩惠。咱也诚做传扬伊福音的人，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社温，强受切恳。